但那是风台重创台南地区，虽然风台过了一礼拜，真侪受灾区还搁伫咧清理当中。立法委员谢龙介，甲伫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这位议员，甲伫青年军。上午伫咧灾后过后，首次来召开记者会，一方面表达对第一线救灾人员甲着台电员工的辛苦付出，另外对着灾害损失，台南南营嘛认为市府有错误的评估。电线杆为什么会停电这么多？2000多支的电线杆全部倒，到现在3庆里完全都还没有复电。那你想到现在已经第8天了，完全都没有电。那你想这些民众的生活该怎么办？里长会崩溃，民众也会崩溃。但是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台南市政府在这个救灾真的慢了好几百拍呀。政府的资源不够，那民间的厝在倒立嘛，这是上个基本的嘛，不是这样子吗？100点钟啊，80点钟到100点钟，咱市府官员叫骂到咧死较够，市长较够，莫讲连一般的民众啦，连青鸟都骂落去，连青鸟都骂落去，难道这是执政者的行为吗？做法吗？徛伫咧军民一家，共岛一命。立委谢龙介认为，即届风台对着台南市政府带来严厉挑战，伫咧房屋受损，甲着断电的修复。虽然立委无认真来克责，不过谢龙介质疑，为何市府无伫咧第一时间来向外救援，一直甲外县市看到消息，嘛主动派人来支援，表示感谢以外，谢龙介嘛以着主委的身份，甲着议会国民党团表示，合捐200万。希望借此来炮争音乐。确实，台南市这一次面临了很大的挑战了。那现在也不是指责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大家锁紧螺丝。各界希望继续踊跃的捐款，我们党团也会去做捐款啊。我们这一次目标抓在200万一样啊，我们捐200万，就是说怎么去协助海边。这些受困的，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抛砖引玉。除了欠钱欠工，另外对着厝顶叫吹气的，全市总共超过1万户。目前市府只补助暂时用帆布来覆盖，不过面对后续还有风台，立委嘛希望市府应该量早因应，拟定简易的安置办法。假如今天再来一个台风大雨，你想想看，你现在所铺盖的这些房屋会造成什么后果？所以是不是应该要说，我讲的就是紧急安置这个备妥方案，就是民政系统社会局就区公所这些活动中心，或是庙宇，或是其他，尤其现在学校是放暑假，这些都能够事先拟定计划，因为现在是台风季节嘛，所以未雨绸缪。对此，市府社会局嘛回应。伫咧第一线的安置部分，7月5號完成31夜，總共安置384人厝，目前還有2厝13人，而且被安置的人員只要厝內復電，嘛攏會馬上選擇倒去厝內，準備要恢復家園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